鎢絲燈泡又叫做白熾燈泡，慳電膽嘅正確名稱係緊湊型熒光燈。LED 燈嘅正確名稱係發光二極管，佢嘅光度足以作為普通照明，具備高效、長壽、熄溫以及白點穩定嘅特點。由於佢較慳電膽更加節能同長壽，又不含水銀，故成為新一代環保節能嘅產品。但相對於慳電膽，LED 燈嘅價格同埋亮度都明顯處於劣勢，故暫時未能喺家居照明中普及。鎢絲燈泡佢嘅發光原理係以電力加熱鎢絲產生光，慳電膽佢嘅消耗率係鎢絲燈膽嘅20%。換言之，一個20瓦嘅慳電膽就能夠代替一個100瓦嘅鎢絲燈膽。慳電膽嘅壽命一般較鎢絲燈膽長6至8倍，節省能源開支達80%。另一方面，慳電膽含有水銀，水銀會與電能所產生嘅電子互相碰撞，從而發射紫外輻射。呢一啲嘅紫外輻射會被玻璃管內嘅白色塗層吸收，再轉化為光能。